大家好，我係高手少。如果大家有追開我啲片，相信都會記得早前我拍咗條片，講100% 集團旗下啲餐廳有幾優秀㗎啦。預製菜大師，乜差嘢都唔使煮㗎，直接加熱咁就 OK 㗎啦。然後攞俾客人食，就連白飯佢都預製嘅，電飯煲都唔使㗎啦。完全科技與狠活，嗱，沒有最科技，只有更科技。喺最近又嚟啲更科技嘅嘢啦。首先就係預製菠蘿包，真係冇諗到菠蘿包都預製，諗住呢啲嘢麵包就喎，自己烘焙啦。佢老闆咁都有預製，有人影到間餐廳門外擺住好多箱啱啱由中國大陸運嚟嘅冷凍菠蘿包，一個個有透明包裝裝住嘅，等候處理。牛奶冰室不意外啦，之前講過佢㗎啦。100% 集團旗下餐廳點會唔預製啊？真係好做嘅啫，就咁將個包放入爐入面加熱一下 ，OK， 攞個碟放上去就得㗎啦。跟住俾客食，然後收返你一個貴嘅價錢，真係生意好。我懷疑呢間咁嘅嘢分分鐘連水都係預製，喺中國大陸一箱箱運落嚟，咁樣俾返啲客飲，唔出奇㗎。有咩做唔出？菠蘿包都預製啦。好啦，第二樣預製盤菜，哈哈，估佢唔到盤菜呢啲咁嘅嘢，諗住冇得預製，呢啲應該新鮮嘢㗎啦。唉，只能算而家嘅科技真係越嚟越勁。有人望到香港一間連鎖餐廳，望個樣應該係大快活嚟，成箱急凍盤菜就咁樣擺咗喺度等候處理。根據個箱嘅資料所顯示，呢啲急凍盤菜嘅生產商係來自廣州一間食品公司，喺中國大陸運落嚟，真係好癲。盤菜售價都唔平㗎，就算係大快活嗰啲咁嘅售價，諗住佢係新鮮啲俾你，點知居然係預先喺中國大陸整好運落嚟，整返熱俾你，好嘢。所以而家喺香港啲餐廳食嘢其實都幾揾老襯，大部分嘢都係預製，你嚟到嗌呢樣嘢，佢就整返熱俾你，然後咁就50-60蚊啦。咁樣嘅話，我不如淘寶買一堆預製菜返嚟，然後自己整返熱嚟食啦，平唔少添。嗱，真係唔好怪點解而家冇咩人願意留喺香港消費，紛紛走晒，走去其他地方消費，揾老襯到咁樣，仲幫襯。嗱，講到呢度，預製菜就唔係問題嚟嘅，問題係你預製菜，然後賣新鮮嘢嘅價錢扮新鮮，呢個就係問題啦。揾老襯到咁樣，唉，唔知就話幫襯啫，知道嘅一般都唔會去幫襯㗎啦。做水魚俾人劏，傻的嗎？香港揾錢唔係好多㗎咋，俾你劏，做個精明消費者，不做老襯。By the way， 而家出街食嘢真係好多科技與狠活，冇咩必要，都係唔好出街食咁多嘢，自己屋企煮好過，健康最緊要。